OK，2012年 practice paper 第21條，咁題目就話喺個 figure 入邊 O 係個圓心，然後如果 RAB 等於 RBC 等於兩 RCD，咁就要你揾 angle BCD，即係呢一隻。咁首先我哋將 A 同 D 連埋一齊，然後我哋駁埋 OB 同埋 OC，咁我哋根據呢條式畫翻啲 ratio 落去先。咁因為 arc length 其實係 proportional to angle at center，咁所以呢一隻對呢一隻對呢一隻嘅比例就係2:2:1。咁我哋當係2x 同埋，咁我哋留意呢一點上面嘅angle，咁我哋就會知道 5x 加70度等於360，咁 5x 就等於290，咁 x 就等於58度，咁所以我哋就知道呢一隻等於116度，呢一隻等於58度，咁然後因為呢條邊等於呢條邊，所以呢兩隻角係一樣嘅，都係等於180度減116度再除2，然後因為呢一條邊等於呢一條邊，所以呢兩隻角係一樣嘅，都係等於180減58度除2，咁呢一隻就等於32度，而呢一隻就等於61度，咁所以咧加埋就等於93度，所以答案就係 C 啦。